上港店。查处理，既然讲上港店，既然讲上江镇，这下面厝啦，下面厝。 下面错的民厝了，吴竹林啊，哦对了，下面错，你看注意看，下面错，再往前就是那个西港大桥。 西港大桥快到了，西港大桥看前方有车在通行，那边就是西港大桥。西港大桥快到了，西港大桥那边快到了，车子都从这边过来，因为西港乡绕境活动第3天在东边，在堤防东北边。 在堤防的东北边，看，西港大桥，西港大桥就在那边了。西港大桥北端，要看王船要继续前行，要看王船要继续前行。 要看王船要继续前行，过了涵洞再继续前行，大概100-200公尺，再右转北上几百公尺就可以看到沙王船、火化王船的地方。